啊，迄个拿出饮酒啊，发达啊！抓也要拿书，拿书迄太极餐，中秋到迄好凉。啊，点菜点菜，快点！肚子饿了，吃什么啊？什么来着？啊？要吃鱼吗？鱼啊，天天吃鱼，别！要吃虾吗？虾不要了，顶不顺啊，老婆不在。螃蟹。哦，螃蟹啊！不要了，不要。还有什么？我羊肉啊，羊肉。不要了，好像3个多月啊，没有做工啊，零收入啊。我看一下，不要吵我啊！冬粉多少钱啊？8块一个人 ，OK， 就冬粉啊，快点！螃蟹有搞错啊！哎呀，呛下去了，坏了，螃蟹。可怜哦，老婆的没有，家的孙子，好才是有拿出来吃。也好啊，炒冬粉罢了。如果要螃蟹啊、什么羊肉啊，那没有咯。对了，拿出请不到见哦。你是普通人就不讲有生蚝的。哦，2亿不了啊，因为这里没有老婆。2亿啊？2亿过了。我1亿过了。有没有？真的吗？有，真。我等啊。很大力的哦。哇！这喝酒先。哎，喝酒。对，喝酒是免费的，房间是的。谢谢飞机部。谢谢飞机部。养生好了。哎，有了吗？来了吗？有了吗？很大力哦。哇啦！很大力哦，你看。哇，你看上火，很大力哦。那个是美国来的，美国的上火，美国的上火啊？对，这个很硬的。我就要给它硬啊！哇，我讲有印象。怎样放点酸干啊？对，放点酸干。没有瓦萨比那些没有。没有，那个是泰国产。你要瓦萨比是日本产的，这里泰国产有辣椒那个。放点辣椒啊！一流那个辣椒。谢谢你的大股东。对，要谢谢他。讲到做到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讲2年是吗？如果我吃了力再来力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惨力啊！没有老婆不在。可以。来，试一下。OK。喂，美国的上火啊？对。哇！美！谢谢你啊！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享受。你看那个肥的哦，肥白的哦，头发长的哦。我等你再开眼。上过还有1粒啊！别！要啦！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不要啦！我讲不要就不要了，你哎呀，你这人就这样的，你要逼人家要的。OK， 哎呀，既然来到就吃掉它了，吃掉它。喂，把它了。哇，这个菜太多了，哇，那辣椒去哪里了？那个辣椒。不是瓦萨比，那辣椒冻掉。谢谢陈义富啊，谢谢。哇，太好了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ครับ ครับผมครับ哇，如果认识阿飞跟本地部不怕饿死人又有免费的酒呢，满天出的。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记得这里拿手好地方啊，我喜欢这里，因为免费哦。你今天好年了，来了就来了，哇一通哦，买单了，買單咋 ？OK， 買單唔該。買單 ，UN 係買單，講乜嘢？OK， 來，不用找，我自導，先叫我自導。搞到我覺得好年，真的，出門衣歸年啊，真的，哇！聽着 Frankie 夫，聽着阿妹搞老。
來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新年啊，客話出嚟教師啊，多平要啊！妻嫁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多生意。好嘅，嚟，過嚟咯。好啦，我燒嚟做啦。喂，今個你邊個咯？炒女啊嘛。喂，今個我講之後，點解後面有冇？有冇啊？捉到我講200咯。200，哇！坐監15年咯。15年？係喎。哇老！哦，輕易坐監嘅甚至老婆都拜拜咯。哎呦！叫係嘅。你未考？你未考？喂，講乜嘢？同你去吉卡。吉卡啊？對啊。來嘛。5分鐘。哎呀，點都變啦！來。誒，揸嚟咯！喂，文傑。隨着拿叔驗照唔是狂嘅，馬上去吉卡，超來啦，好平安信用卡。50狂嘅 block 誒 ，OK， 多謝你，得嚟，順便多謝你衣服啊，好，還有阿威啊 ，OK，收過錢嘅，天公人啊！